不是都不要，你要干嘛？鬼抓人！周志典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哎！宝贝，来你的情啊！合体肉！杀了，冲啊！超湿了！哎，好想再玩，真的！你刚刚不接，我不想玩。下了，他根本没站起来过，好不好？哦，你的头发要变自然卷，超卷的。发干了吗？干嘛 For you，好吃，真的。这种就是，你还是给他把那个里面的汁都先吸掉。哎，对，可以不要吃的这么丑吧？我觉得平常在都市待久了，偶尔来这边真的很棒，就有点远离尘嚣。其实我现在有种感觉是，什么事情都第一次，我甚至第一次真正的出来露营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之前就有？国中那个是童军露营，那个哪算？那我现在带你去一个，在花莲，你觉得刚玩最好玩吗？有点太好玩了。什么意思？太累了，太刺激了。哎，我又是好久以来的第一次，今天就没玩费，是吧？你都献给了这次。About Youth 真的是我的 Youth 的缩影。我们家要煮饭，准备好了吗？大厨。今天晚上就我来负责大家的煮菜。煮菜？对啊，刚刚准备的这些。马铃薯还有红萝卜。你应该知道我煮什么。煮什么？高山风咖喱饭。高山峰还要特别加高山峰，这样听起来比较有 sense。还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？我们现在是高海拔。好。那你要煮什么？你记得这个盘子吗？就是那个嘛，当初那个你煮蛋花汤对的那个盘子。重温一下剧里面的剧情，我还在煮一份蛋花汤。可以，交给你了。不然我们先备料好，我们一起先切东西。你这个要不要弄起来？对。啊，这是穿肠超难解，可以吧？有啊，这样很有 chef 的风格。有吧？有那种西洋 chef。OK， 你先切，我在旁边帮你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会哦，你这个刀艺很好，是这样讲吗？刀工吧？刀工啊，对。我帮你剥皮，好不好？你要帮我剥皮？白痴哦！我知道，我是觉得突然听到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剥皮，小心哦，你不要敲手。我们专业的，我们要专业的。我切太厚，你眼睛会痛？不会啊，这种切法照讲不应该会痛。为什么我眼睛在痛？你是嫌我煮的高山风咖喱饭太难吃了？没有，我都还没煮好。我们第一个备料备好了，没问题。好累了。你觉得萝卜怎么切？你要切滚刀那样啊，然后再滚。对，小心手哈。是这样 OK 吧？可以，完美。跟你有的比哈。你比较厉害，你不要敲手。切到！我们是炸厨。等下，你这个副手把它放在那边就好。好，对不起，是大厨，我帮你移，开玩笑的啦。OK， 差不多就这样吧。换我来备料。我的爱心蛋花汤需要帮忙吗？需要什么？你需要葱吗？葱。蛋花汤应该就是这样子的葱吧？是啊，你看你熟悉的技巧，你应该才是主厨。没有，我是副厨。我是营长。啊，我是副营长，是营长。应该这样就够了吧？可以帮我拿个橄榄油吗？打蛋素。我的可以了。也可以了。你帮我试喝一下。看有没有咸。OK。小心烫。有咸吗？是不是没有？有还不错喝。很好喝为什么？你煮的啊。出乎意料OK。你速度很快，这样我跟不上。可以帮我拿个巧克力吗？好。后面加个巧克力。超香的。真的。
我帮你切这个蛋。给你多一点料。这溏心蛋完美。OK， 要放中间。这么可爱。 OK， 哎，还有我的蛋花汤，恭喜我们完成。Yes。今天我们是要走比较美式风格的。我今天要煎牛排，你嘞？沙拉。那我等下帮你切奶油。好啊。像我来切，事情慢慢上轨道。会切的。你平常会自己做饭？当然是会啊。会。煮水饺算的话，来，等一下他们要陪我们一起吃。这个黑暗料理，我相信我的牛排。我觉得我也比你快做完。我正在比赛。速度不代表一切，重要是口感。看到没？我要计时。为什么要计时？今天不用计时吗？不用看就好啊。这明显是平常没有在做菜。哎，奶油，对，还没啦，要啦，最后才奶油。你看那边，快要最后，是这么饱。还没有，你才上第一面切啊！你才第一面。好，我切，我来，谢谢。不要，刚那么多。要啦，反正要多一点。快点听我的。真的多一点，真的多，是真的多一点，不然会太焦嘛。真的啦，不会啦，真的，我从网上看到，这样太油了，很聪明，没有这么多了。真的越多不会是坏事。好，真的相信我。你要记多久？1分钟啊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要失败，太久没有剪。你都不听我讲了啦，算了。哎，这样会必须恐惧症。看起来蛮好吃。了解。好。好嘞。你要这样撒，你还红红的，你骗我就说这可以吃啊？牛排反正就不用全熟啊。这个颜色大概 O 不 OK？ 煎好了，一定是今天第一名。啊，一定是。不是的话，我等下就调酒。要帮忙吗？不然你也能一点。要干嘛？淋上去吗？对，一起加。哦。你要有点艺术性。好，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可以。你也是啊。天哪，我相信这会好吃。我也觉得不错。那就现在尝尝做的谢谢。高速风咖喱饭。谢谢。我说你有溏心蛋，我没有。哎，对，这个就他先定啊，没办法，就这样而已。好了，没有了，给你们半个。来哦，要这样。那我们也啊。你们要喝一下你们前面那个蔬菜汤。你们煮蛋花汤吗？没有，蛋花汤是那个郑浩专属的。我们都给你们限定就好啊。那牛排也是我们专属，你们不能吃。虾子也是我们。对，要这样就对了，蛮好吃的。咖喱也不错，好喝。让你们试试看今天第一名的食物是什么等级。牛排你煎的？对啊，这么有信心。有米其林2星。米其林2星。这个香，你能吃香蕉吗？可以啊。你吃香蕉超好吃。哎，硕婷，你那个酱是什么酱？你在考我吗？谢谢。凯撒酱。对啊，好像没有。对，我就说是凯撒酱。卫生卷。直接吃啊？对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吃啊。那我自己来吃一口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哎，牛排很好吃，跟咖喱有的。这不是最好吃的。小孩今天有点太熟。哦，抱歉。换我刀子。不是吧？蛮暖的。我以为会很柴，会被他听到。低估他。拜托，团长可不是盖的。平常在乐团都我在煮，不是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已经下戏了。大家都知道今天大家煮的东西吗？有。OK， 那我们就来投票一下，看大家觉得谁的东西最好吃。牛排、咖喱饭、面头咖喱饭。好了，我也觉得是咖喱饭。咖喱饭，你确定？哎，不要这样嘛，要公平啊。我们的大厨赢了，3个咖喱饭，3个咖喱饭，没有啥，没有下，没有啥，no 啊，赢的要干嘛？赢的可以叫我们3个做一件事啊。哎，好 ，OK， 先从你开始好了，做你最擅长的扮鬼脸，拍。然后你呢？我还没有看过你装可爱，你装可爱4连拍，没关系啊，可以吧？服输，可以吧？那你就做你最擅长的，为我喝蛋花汤。是他最擅长。我以为你最擅长是唱歌，对，不是啊，是煨蛋花汤。交给你啦。
现在不行啊，我要先喝一杯才有那个胆子可以先喝一哎，好了，我们来举杯一下。那我先拍掉可以吗？干杯啊！对，真的干。对。哎，怎么有人在默默进行呢？走一个，来，喝完。哎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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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来啦，什么鬼脸4连拍啊？有喝一杯应该比较好拍的。可能他可能一杯快。哇，很努力，很尽力。还有哦，他的马脸真的是。1、2、3，好了，可以。那你看我会带化妆吗？这是惩罚吗？不然是奖励吗？对啊，有点像奖励了。来啦，来啦。哎，我们今天吃完是要洗碗。选俊啊？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？我也觉得是他。团长的命令不用听是吗？下去了，到底要讲几次？还是我们来比赛播一下？2分钟内播比较多。2分钟哦。 2分钟太久了吧？啊，不然1分半。输的洗碗。输的那一队要洗碗。来啦！剥虾大赛，再吃一个香蕉。吃完香蕉还是会输啦，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。真的是命运的安排。来哦，1分半哦。来，准备好了没？3、2、 1，开始。现在就吃到。我剥虾大师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你要感觉比我快，播快点。OK，1比1。哎呀，爆汁了！我也是，你看我右手。 1分钟。这什么比赛啦？我们稳赢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啊？我们要洗碗的啦。 ending 太快了吧？剩几秒？还有20秒整。哦，我现在可以先吃吗？反正我们都赢了。几秒啊？剩7秒。 5。我要输越来越熟了。 3、2、1、0，好。哇，好，那这一只我自己吃掉了。好了，我认赌服输。耶，你输啦，我只有4只而已。哎呦，我5只。你很棒，不止吧？帮团长洗碗，还好吧？啊，照你照那么多。你不能吃下，我就替你吃了。好啦，加油！去洗碗。那你们要收过去啊，分工合作。收过去？哪有洗碗包要收过去吧？不然我喂到你们调酒一下给你们喝。调酒？在你们洗碗的时候。好啊，对吧？好，这可以。这样洗碗有这个条件，乖收。好，我帮你。好。那我们来收一收。那。因为我们从杀青到现在，我们都一直有在说要来露营，但是我们都一直没有就是谈成的。但就是借由这次这个机会，我们4个人就一起聚在一起了，聊聊天。没有一个很特定的目的，就是很随意的坐在一起，自在放松的，是我平常最喜欢和大家相处，原因就是这样。不知道他们等一下调酒好不好喝？对啊 ，Andy 他刚自信满满，最好是要好喝一点，值得期待。来吧，宝贝，你就帮我加一点冰块到杯子里面。好。不错哦，这次也蛮成功的，甜甜的，还不错。但其实我不太懂。这种酒就很简单啊。你喝了对吗？怎么那么浓？你刚不是？今天呢，就是我来当大家的这个音乐晚会的音乐总监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第一首必须先来的是 Slow Motion。对。好 OK， 那我们直接来了。好。